这个要記錄一下，這個很有趣，不可以說有趣是因為剛剛我就看一個 YouTube 影片就是說多重人格，咁有個女仔就係有6個人格喺入邊，咁其實多重人格就我好多年前都有接觸過呢個咁嘅話題，咁即係最經典就24個比例啦，咁我都係好奇寶寶嚟嘅，其實我對唔同範疇嘅即係嘅知識咧都好有興趣聽下咁咯，但係我又未必會好深入咁即係去了解，咁我就聽下嘅啫嘛。好多年前聽過，咁我覺得呢啲話題好有好吸引我去睇咁樣。咁頭先我睇一睇啦，咁我又了解多啲啦，咁我上網睇下啲資料，我突然間叮一聲，我發現我懷疑，我懷疑啫嚇，我細個應該3年級之前咧，應該係有多重人格嘅，係應該2個咯。我懷疑，因為其中一樣嘢就係咧，我細個係經常咧，我用我而家呢個主嘅人格啦，我經常咧係唔記得咗之前嗰一段，即係之前嗰一秒發生嘅咩事。因為我好深印象咧，以前細個咧成日聽到大人最經常話我一句：你知唔知你而家你知唔知你頭先做錯乜嘢？我第一個反應就我做咗啲咩？即係我好愕然，我都冇咁樣。即係嗰陣時我最深印象就係好委屈啊，好冇啊咁。跟住就就係俾人鬧咯，咁打就好少嘅，我屋企人都好錫我嘅，咁除非就好離譜先會，都係打過幾次嘅啫，都好輕微嘅啫，係啊，因為我爸爸咧冇乜點練肌肉啊，所以佢力量好輕嘅，好在我爸爸唔係我啊，如果我好似我咁練到一身肌肉，我一嘢打落去就好去大鑊，咁即係所以就奇怪，咁係啦，講話打我媽係從來都唔會打我，我媽好錫我，咁我爸都錫我，其實個個都好錫我，只不過係我而家明白佢哋點解以前細個，即係我細個以前會鬧我，可能多重人格，啱啱出咗一個好頑皮嘅阿 K， 搗蛋咁樣就可能周圍屙尿啊，畫花晒啲牆啊，跟住你知唔知係想做咗咩啊？冇啊！我極度懷疑，我而家先拍一段先，我勾起我啲 memory。跟住然之後我再諗啦，因為我睇下揾唔揾到證據，如果係都幾特別啦，我唔敢用有趣，因為呢個始終係窒嘅。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係另外就係因為我睇嗰個女仔講啦，佢話佢後尾我睇啲 description 就講佢係後尾治療好咗，咁就將6個人格咧就 merge 變翻做1個人格咁咯，咁就幾特別咯，即係原來可以 merge 嘅融合咁樣。咁因為我其實呢幾年我成日都會諗一個 topic 嘅，就何為我咁樣。咁後尾我就唔敢再諗呢樣嘢，因為每一次你一諗我是誰，哇！呢個 topic 太大啦，咁即係唔好諗咁多啦，好好過好生活就算啦。咁記錄到呢度啦，拜拜。祝各位生活快樂，happy every day，拜拜。